係深圳乜嘢最出名？梗係深圳特產椰子雞火鍋啦。6年穩居必吃榜，椰子雞火鍋嘅天花板就係銅鑼灣世貿中心。你有冇食過飲椰汁大嘅雞？日日係椰林道奔跑，飲椰汁剁椰肉。海南優質品種椰青種植基地種植超5萬棵椰樹。深圳有近6000平方米配送中心，選用正宗文昌雞。從海南備案雞場到香港隨訪，僅需約24小時到店，全程冷鏈，持海關證書運輸。每隻雞出籠體重都要人工篩選，每一隻都皮薄肉厚，肉質細膩，優質文昌雞先有呢種鮮甜，呢種品質嘅頭牌椰子雞先至評得上深圳地標菜。從海南椰林到香港餐桌，人苑四季堅持自然自鮮嘅初心，將每一口鮮甜都凝聚成品質嘅承諾。人苑四季以匠心打磨椰子雞火鍋嘅黃金標準，選用海南文昌雞，確保每隻雞肉質緊實、油脂均勻，搭配優質椰子嘅天然甘甜，成就一鍋清潤鮮甜嘅神仙湯底，為確保味道上嘅極致體驗。人苑四季用心構建供應體系，從椰青現砍到雞肉分切，實現無菌操作，讓每一份食材都保留原產地嘅自然風味。從椰林到餐桌，從海南到香港，人苑四季以共港品質重新定義行業標杆，更憑藉對食材嘅嚴苛追求，憑真本事獲評深圳地標菜嘅椰子雞品牌，多年匠心沉澱，人園四季以慢即市快嘅堅守，喺健康飲食風潮中引領風範。無論是明星打卡嘅熱潮，定係家庭聚餐嘅溫情，呢度用一鍋鮮湯詮釋食之本味，讓每一餐都成為回歸自然嘅儀式感。未來人苑四季將繼續以品質為舟，駛向更廣闊嘅美食藍海，讓世界品味中國椰香。這種文昌雞先夠價叫椰子雞，教大家椰子雞的正確打開方式。先飲椰子雞湯，再食啖肉質鮮嫩嘅椰子雞，加埋靈魂沙薑、青檸豉油，一啖落去鮮到冇得彈，再配埋焦香濃郁嘅臘味煲仔飯，絕配到冇得頂。果然係經過山姆會員店嚴選的品牌，紅爆深圳16年嘅頭牌椰子雞。香港我哋嚟啦，6月份我哋不見不散。